来，因为医护人员无够，造成着急诊大塞车。日前，台病院副院长建议，应该甲住院医师的薪水定一个公定价，避免着私立的病院来抢人。结果引发着医师工会强烈的反弹。工会认为应该先调整薪水才对，毋那住院的医师尔，即摆急诊第一线的医护嘛是心肝火燥，都医师和病患的家属来证骂，讲病人多是恁的代志，相当的无奈。大间病院急诊，他甲10总统医疗量能继续收紧报，和第一线医护人员做加系列的。到急诊科医师怨叹讲，日8连假期间病人特别多，有囡仔来挂急诊，伊甲家长讲，因为患者多，家当先注射，看患者定评估，结果去患者家属质疑，迄病人真侪是领导的代志，甲阮无伫代，所以真无奈，因为无什么一句话影响上班的心情，毋过无时间。唐失志，因为患者直请我来，没有足够的护理师，没有足够的护理空床，导致急诊涌塞，会导致什么后果呢？就是急诊的医护人员可能就没有足够的心力去处理真正的急重症。就惊连日笑进前台病院副院长嘛讲话，希望政府对住院医师薪水无分公立私立定出公定计数，亲像伫6万到8万之间，避免私立病院抢人才，就互医师工会听甲真倒弹。要值班，要做很多很密集的这一些临床工作的这样的专科医师训练，你就要拿出更大的诱因。那如果不是这样，跟这个对着做，或者跟这个反方向而做的事情，当然都是请鬼拿药单。台大医院的医师呢，也还有这个其他的很多的跟其他医院可能不一样的任务，例如说有很多的分院支援等等这样子的工作，所以其实本身这样的这种工作其实并不轻松啦。来记咧，台病院就算负责的患者数量较上影较少，不过住院医师爱用更较侪时间到医学中心，或者是跨县市分院支援。台区和私立病院比拼争差真多，公立大约伫咧9万8到8万，私立来到13万到15万，比我近2倍。医疗的人才非常的抢手，跟大家都希望改善医疗人员的劳动条件的时候，主管机关应该会很乐于去帮助跟提供想法。人力流失的关键时刻，要如何改善台区，把医护人员的心留落来，这是感情上要紧的代志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